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9篇第1节到第9节，耶利米书第8章14节到17节，第9章第2节到11节，马可福音第12章41节到4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2个小钱。耶稣基督伫马可福音提到一个寡妇的奉献。耶稣基督将这个奉献甲其他有钱的人的奉献来做一个对比。其实，伫耶稣基督所提到的这项事顶悬有这角度，咱会当来思考。咱今仔日要来讲到3项。第一个是上帝在看，是耶稣基督伊坐伫圣殿的库房的对面，在看大家怎样落钱伫咧奉献箱内底。就是讲，上帝在看大家的奉献，就是亲像上帝在看亚伯拉罕怎样来献以撒一样，佮较亲像上帝在看阿那尼亚甲撒非拉这对夫妇的奉献一样。这提醒着门徒甲基督徒人在做，上帝在看。第2项就是奉献的本身，逐个人拢进入伫圣殿内底在奉献，无论是一群好野有钱的人，或者是一位孤苦无依偎的寡妇，拢伫奉献的顶悬尽家己的本分。这也是咧讲基督徒信仰生命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项事。透过奉献，也在表达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咱的信心是毋是亲像亚伯拉罕一样呢？第3项，奉献的心态。有真侪基督徒对奉献无真了解，但是因的奉献的心态是通好受检讨的。亲像捌拄着有人掠做家己是上敖唱歌的，所以因为安尼伫服侍顶悬所表现出来，就是咧共刁难的态度，好哪亲像在讲。无有我你一定足惨的啦！耶稣基督强调奉献的态度，必须爱亲像寡妇一样，因为咱知寡妇的奉献是全心全意的奉献。因为耶稣基督也甲门徒讲，耶稣将伊的门徒拢叫我来对因讲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寡妇所投入去伫奉献箱的，比其他的人拢较济。别个人是将财富中间捐出有剩的，但是这个寡妇已经真善，却是将家己全部生活的费用拢献上啊！寡妇2个钱的奉献，伊不但有奉献，伊不但捐过11个奉献，伊搁较透过奉献来表达伊全生命拢需要全然的奉献，伊全所有的这需要，伊拢甲奉献掉啊！奉献不但是指着这个金钱方面，有真侪人是做袂到的。安尼以外，还佫有伫各方面的服侍的奉献心态，是毋是咱伫上帝面头前愿意诚心实意？
是毋是咱的服侍拢总是为着上帝，无为着家己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。有足侪人伫服侍中间，完全照家己想要做啥，坚持家己的想法，完全无顾虑着上帝的旨意，或者是讲愿意甲大家来对话。昨阮有去到伫即个淡江教会新的礼拜堂来拜访参观，真互牧师感动的是，因伫即个建堂的计划中间不断地对话。当因的牧师提出异象，也开始甲兄弟姊妹对话，然后甲建筑师对话。建筑的中间，犹原持续不断甲兄弟对话，建筑师也不断调整做法，甲教会继续对话，互整个的礼拜堂的建筑，真做是所有的人共同奉献伫上帝面头前的一个美好的见证。这是一个基础，就是全然奉献的基本心态顶悬。是为着要来荣耀上帝，是为着要来互福音广传的美好的事工甲奉献。虽然因伫即个礼拜堂落成到伫献堂的即个中间，才开始来学习一段时间的即个运作，也建立一套真严格管理系统甲规则。但是，无论因的空间怎样的使用，拢是为着福音的工作，无有为着私人的利益来开放。因尽着上帝所交伫因手中的工作，全心全意伫遐来尽忠服侍。咱反倒转来看，遐会违背上帝诫命的以色列人。耶利米先知讲到遐以色列人安尼讲：但愿我伫即个旷野有通好味的所在，远远来美开同胞。哎呀，因是一群叛徒，一点仔忠信都拢无。因随时咧讲白贼，虚伪虚假，取代真理，控制即个所在。上主讲：我的子民一再咧做歹，无承认我是因的上帝。每一个人拢伫提防因的亲友、亲兄弟，也袂通信任，因为兄弟拢甲雅各共款诡诈。每一个亲友拢亲像来咧搬弄是非，人人欺骗朋友，无有人讲诚实的话。人人到倒的子拢咧讲白贼，因继续不断地犯罪，因再三强迫诈欺。上帝讲，伊的子民背叛伊，所以因为因咧敬拜上帝的时阵无诚心，就好像亲像遐个好野的人奉献的心态共款。虽然因奉献济济，却毋是诚心诚意。也好像亲像真侪人参与济济的服侍，却无谦卑、无诚心、无顺服，骄傲认为讲家己的服侍是真正确真重要，非常有贡献共款。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耶稣摕到2个小钱的奉献，互咱基督徒有甚物款的提醒呢？咱有得到甚物款的提醒甲帮助呢？求主帮助咱，成做一个诚心实意奉献的基督徒。诗篇79篇第1节到第9节：上帝啊，外邦人侵占你的领土，拍拉散你的圣殿，互耶路撒冷变成做趴远的所在。
因将你的仆人的身尸交予空中的飞鸟做食物，将你圣的子民的肉，予地上的野兽来吞食。因伫耶路撒冷周围流你子民的血，亲像在拼水，嘛无人甲因埋葬。阮受着隔壁国凌辱，互四围的人冷笑讥刺。上主啊，你要受气偌久？要到伫永远？你的大受气亲像火在倒偌久？求你将你的受气摒落伫遐个毋捌你的外邦，以及遐个无求叫你的名的列国，因为因吞食雅各，互伊徛起的所在拍远。求你毋通因为阮祖先犯的罪刑罚阮，求你将你的慈悲紧紧施落互阮，因为阮陷落绝望的地步。救阮的上帝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光帮助阮，因为你的名缘故来救阮，赦免阮的罪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救恩，互阮会通得救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愿意回应你的呼召，诚心来奉献阮所得到的恩赐、恩典来回应主你的救恩。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